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宜兰当天第二回即阵手提成功洋芋片制成点心面，加今年上新的天后豌豆酥，这拢是目前伫台南热销的文化创意伴手礼。根据了解，因为文化局公务人员的创意研发包装，敢若去年伫古迹的贩卖区得加1000万的营收。过年期间竟增加了7成的收入，对此议员表达肯定，进一步要求伫溪北各大观光景点加铺一寡店来销售，甚至甲便利商店参详招价。我觉得这个增加这个铺货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大台南的这个风景区，其实都可以很容易入手这样的商品。那其实对于整个，我想对于整个销售会有很大的进步哦，而且我觉得。也不要让说西北的朋友连这个文创古迹商品也有这个边缘化的感觉吼，就在西营就买不到啊，我们要买一定要跑到原台南市来买吼，我觉得这个部分增加铺货的地点非常的重要。那尤其吼，我们过去其实可以看到，市长报告，我们可以考量这西北哦，原来台南县的地方还有一些信奉妈祖的地方也可以铺货。议员除了希望市府并观光财有纪念物予游客通留念以外，嘛关心台南美术馆的停车收费，竟然甲附近百货公司的收费同款。议员质疑敢是盈利作为目的。对此，市长表示，虽然美术馆的营运就是靠门票、餐厅甲停车的收入，不过文化局长嘛表示会伫董事会提案检讨。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热清地参与总统初选，使用台南市政府台北办公室被质疑公器私用一事，上午议员罗坤豪讲伊做18档议员无审过台北办公室的预算科目，上过离谱。局内质疑到底有几个人上班，根本是乌机关，而且完全无功能。会中要求黄市长无必要沦为热清地甲蔡英文的竞争。你是省钱一哥，这个没有必要的黑机关。这个台北办公处吼，台南市台北办公处是一个乌机关呐，放伫遐官员有上班无上班，咱唔知啊。放伫遐它的功能在哪里，大家都唔知啊。这个跟卢委员报告，这台北办公室的这个存废或是它的功能，我们会再检讨。但是在做最后决定之前，台北办公室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签到签退都要列入管考。另外，无党籍议员柯林甚至直接请办公室主任吴唐城南下到议会备询，要求伊办公室毋是做人情用的，因为伊甲热清地关系已经影响该机关的正当性。加上现在一日的生活权，更有必要设行管伫台北。局内质疑市府违反行政中立，要求政府设清查电脑、人员甲车辆使用情形。因为热清地甲你的关系已经影响到咱台南市北办公室这个机关的正当性了，所以咱的公务人员的一个行政中立法，你要谨守分寸啊。我谨守分寸。所以他都起定讲要求管考了签到、签退都要管考，对吧？这是以前没有做的，我们现在有做。对哦，歹势，两个人你是要他管考啦。咱一日生活圈包括资讯化到这么样的一个彻底，难道必要搁底下设一个类似行管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那边？跟许议员报告，我们会检讨，包括高雄市政府北办3个人，新门县政府北办5个人，各县市政府很多都有，我们会检讨这个部分。这场周刊的公器使用布料，除了选举攻击的政治味杂足，也看出台南市政府有乌机关的巡回检讨。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反对7个虚电共生的自救会甲渔民200多人上午伫前往市府抗议，要求暂缓5月17号的审查会以后，嘛转到议会旁听，要求拟定台南市版本的虚电共生法送议会审查以后，才当送农委会核准。
对出议员蔡所秋金、陈坤和、蔡秋兰等这位议员，伫自由发言嘛强烈替渔民发声。当中积极有秘密的会议，要互渔民代表参与，甚至批评是政府奖励财团来迫害农民，加列宁的名义剥削人民的生存权，话愈讲愈重，要求暂缓审查。如果我们的审查机制还是个项目没有达到共识，咱希望会当重新考虑，会当来暂缓咱台61线以西的渔电共生。市政府农业局绝对袂去甲做一个同案的一个规定啊，我们会对每一个案子来做逐条的审查。所以我们到时有牵涉到61线以西的部分，那在我们的保护范围以内的，那我们就当然不会准它了。假绿能的名，要保护海边湾家的渔民的生存权，要创啊？我打一个问号啊！新官商勾结。第三点，台南市政府是刽子手，因为中央定的政策，但是台南市政府伫遮要定办法。中央的法令真简要，但是台南市政府有够看紧。无经过地主，无经过渔民同迄块地的同意，咱袂互伊设太阳能板。因为渔电专区的划分关系到当地渔民的生活，除了市长表达生态、生存甲意愿优先的三大原则，议长伫会中嘛决议，市府若无地方的同意，无保障渔民的生存，未做出任何新在结论。咱的新闻顾问自林根采访报道。由国光剧团所再来演出《18日汉图》，是以第一把画作拍卖所呈现的故事，透过剧中每一个角色无同的立场来讲故事，嘛，互观众对画作当中看到人的内心。这摆嘛由国宝级的魏海敏担任女主角，希望透过国宝级的演出，互观众体会到京剧的吸引力。这是对于国光在台湾传承金根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去承继这些前辈艺术家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表演方式，我们更希望透过我们非常真诚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去在作品里面看到我们我想毕竟真正的创作其实并不是要别人多少多么想，我们希望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看到国光的风格成为一种典型。这摆来到台南演出，就是因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对民国92年开始，每一档内举办台积新竹艺术季，持续伫台中、新竹甲台南3区规划展演。今年以请天妙师为主题，并且加入4角戏，其中戏就是邀请国光剧团再来20周年所演出的经典作品《18日汉图》。那我想国光剧团从1995年创团到现在，不断的，无论是在这个宣传上面，无论是在戏的制作上面，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展现更多的风格，让新的年轻的一代能进入这个剧场，看到这样的一个传统以及创新的互相的结合的一个创作。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佩服。那我也很开心，在今年台积新竹艺术季能在带来国光剧团的这个20周年的这个剧作《18罗汉图》，我相信非常的精彩。那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一代能进入到剧场欣赏这一部好戏。这摆演出6月10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剧团强调这摆18日汉图伫编剧、唱法，甚至是舞台甲演员的表现都有真大突破。期待观众会当对当中得到更较侪甲过去无同的感动。但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面对歹徒为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无顾危险执行逮捕的任务，身为人民的保姆，
警察的工作往往爱面对着真侪危险，无论是夜间执行着临检的勤务，或者是发生烧拍事件时阵，第时间冲队前往现场维持规矩等等。当然，消防人员嘛同款，一旦发生火灾，无论火场有偌危险，拢爱亲入现场来拍火救人。但是年金改革，互因的退休金大打折，佮加上即马政府该延长因的退休年限。这对着基层的警务以及消防人员来讲，会当讲是一大打击。把阮的退休金削弱，几来拍，一直扣到甚至到我楼地板出32000几块，无打紧的时阵就对啊伊即马搁要搞退休年限搁要拉长，警察平均寿命以警政署统计平均寿命无超过63岁呢，然后现在的话他又把服务年资。佮拖到60岁，甚至佮要超过。那么安尼的时阵，警察根本讲一句话，就是警察火里来水里去，能够做到退休，莫讲60岁，会当做到50岁退休，就足无简单的啊！你今仔要甲刷到55岁到60岁，较要退休，这是毋是足残忍的？提出动车时决定做警察，政府所承诺的文件资料顶头非常的清楚，只要做工课25天，就当依照规定来申请退休。如今政府一句话清清楚楚地改变法条，甚至无将因列入危险劳工的范围内底。警察不是围绕，什么是围绕？警察、消防、海巡，这不是围绕。什么叫围绕？透早出门就去小镇啊，有人写透早出门，也是写消防的嘛同款，海巡嘛同款。暗时啊，凡事就无转来啊。这种不是危险的工课，这种不是围绕，是什么是围绕？让你得大火，消防的就爱冒着生命危险进去，内底有枪支药棒，内底有迄个枪林弹雨，警察嘛是爱入去，敢当讲阮无爱入去，袂当，因为这是阮的天职。我们既然尽到天职，你政府就应该给我们保障，而不是把我们的退休金说成是个年金，这是非常非常的错误。更加可悲的是，真侪基层人员对安尼不公不义，唔敢发表意见。采访记者曾经询问真侪位消防兄弟，但因唔敢接受采访。煞私底下表示，有缘希望安尼无公平的年改制度，会当透过媒体反映，加减减啊，来得到一点改善。台南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中央推动长照2.0已经迈入第2档，为了让长照系统更充分被运用，现在病院嘛甲中央配合，推动出院准备甲长照系统配合的政策，透过病院评估，和患者伫出院以后7天内得当得到长照服务。今年嘛推动学龄多元服务的示范计划，由专业人员甲照护服务人员协助个案，维持个案生活参与无退化。和专业服务会当落实伫徛街社区内面，进一步减少照护成本的需求，预防延缓失灵。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会需要派一些物理治疗，然后去在家里面帮他做一些复健，那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做的事情，吃饭一些东西不行，那我们那个派营养，那就是护理师，到家里面去帮他把这些功能给恢复。那这一段东西的这个照护计划，我们在住院当中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做。随着他疾病的改善，那我们会帮他就是举办一些出院计划的会议，然后他需要什么，帮他把它传好。
为了加强每一个长照甲安养机构的紧急救护能力，但市上局嘛伫2月到4月中，前往各区总共115间的单位进行 CPR 甲 AED 的宣导教学，希望把心跳停止以后黄金救援，第一时间会当挽救机构住民的宝贵生命。那这个能够有助于他们很快的，如果有欧卡的状况呢，他们很快心肌梗塞啦，就很快来做处理。然后马上联系这个救护人员呢，来接手。那如果我们在这一个黄金时间内能够缩短1分钟呢，那急救呢就能够减少10分钟。所以这个是对长者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长照系统上界重要，也有一个就是服务的覆盖率，就算提供更较侪服务，如果民众无妥善利用，嘛是可惜。社局提醒民众，只要相关的需要，拢会当卡1966的长照服务专线来询问。咱的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韩国文化透过戏剧、音乐、美食而全球发烧，引有广大品牌爱好者、百货业者搭上这波韩流风潮。引进将近30间厂商，再来韩国烧酒、泡菜、年糕、泡面、零松鸡等多项特色产品，互民众免出国就会当一概买足。即日起至5月29日，在本馆的5楼 B 区推出韩食文化季。那我们这次呢，有邀请到韩国的职人到现场，带来韩式炸鸡、辣炒年糕，还有麻药饭卷等庶民的美食。那我们现场其实也集结超过多种的韩式泡菜啦，还有韩式的拉面等等。百货韩食文化节为即马开始，一直到5月底为止，民众消费满意，阁会当换冰柜牛奶1罐。名也有限，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来自意大利，伫咧甜点料理界非常知名，曾经被米其林评选成为年度上界赞的甜点师派翠西亚·班尼迪托，首度伫咧海外要设立分店，将要设伫台南府城，甲本店的名同款，为伫咧中义路的分店叫做 Bye Bye Blues 正式开幕。规间店是白色的色调。派翠西亚·班尼迪托选定伫台南作为伊海外第一间分店，就是因为台南互伊有一种厝的感觉。The first time that I was in Taiwan was in this city in Tainan, and I feel like at home because the Taiwanese people is so friendly and is very similar to Sicilian people. 派翠西亚·班尼迪托伫咧现场也展示了几道经典意大利甜点的做法。这一道又搁一道美味又搁美丽甜点，虽然小小啊，但其实都非常的费工。意大利人对甜点的追求，对品味的要求，佮加上伊浪漫的个性，才启发了这间店的诞生。认识了这个主厨之后呢，他给我很多的想法哈。以前我们一直在讲说意大利人很浪漫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很浪漫所以我们都去那边吃了一些美食啦，喝了一些酒啦，然后看看他的文化啦等等等，才了解说原来他们慢慢来是有原因的他们觉得说很多的食物像我们在吃便当吃什么，就是只是为了饱而吃而已，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去欣赏或好好的去品尝这个甜点或者食物的原来的味道、香气、口感，就是你很可惜，你只是把它吞下去而已。所以我们才慢慢觉得原来有这样的价值在，才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些美食文化。那这一次呢，主厨呢，邀请我们呢来开这个分店呢，就是他来这边开这个分店，是希望把他美好的东西带来给各位，那让你们品尝这些美食。之后呢，可以把你们的烦恼、忧郁都抛掉。伫咧欧洲有一句话安尼讲，意大利的甜点有一种互人心情会欢喜的神秘力量。即马唔免出国，就当直接品尝到意大利上界经典的甜点美食，这嘛是咱府城美食家绝对袂当错过的甜点料理。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伫真侪民众的观念当中，心脏开刀是一项真危险的代志，甚至也阁有开心脏有去无回的恐怖印象。有的长辈也会认为家己年岁有无想要开刀的想法，但其实现在技术甲设备拢真进步，亲像安南北医开刀担，
接受开心脏手术的人有3成超过70岁，80岁以上的嘛有超过45人。目前上大年岁是96岁。画面当中的2位阿嬷，拢是接受安南病院的手术后非常成功的案例。病院也是希望长辈若是有需要，会使勇敢来做治疗。80岁以上的这个心脏病患，如果需要开心手术，目前在术前我们会做全方面的这个心肺功能方面的检查，以及这个各式部位的血管的检查，包含颈动脉还有下肢动脉，来评估病人的这个心血管的状况。那如果说病人他在术前没有心脏衰竭的情况，原则上只要病人的这个药物做好调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原则上就可以安全的进行手术。那如果病患在术前有心脏衰竭的情况，目前我们的策略是先给予这个新型的这个心脏衰竭的用药，让这个心脏衰竭这个急性期度过之后，我们再来选择适当的时机来手术。我今年88，问到这心脏安尼袂轻松，足艰苦扑菜啊！阵袂，来病院，我怎讲袂出来？这个病院遮手术啊，这医师足多谢这医师，教安尼上身躯真轻松。医师认为，除了患者的状况以外，高龄甚至是超高龄的患者，开心脏的手术爱成功，需要有好的技术、团队的合作、业务的支持。早期的评估、甲后续的照顾等等，拢是高龄开心脏的重要关键。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根据研究显示，甲状腺亢进女性的发生率比男性较悬，主要是因为自体免疫问题所引起。若是初期无好控制，一旦演变成为甲状腺风暴，将会有真悬的死亡率。甲状腺风暴，那它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然后代谢非常快，会出现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这一些问题。那这个通常就是会需要进入到加护病房来做治疗。那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他病人顺利的活了下来，那之后的话，还是长期要做一个甲状腺的追踪和治疗。甲状腺不管是亢进，或者是低下，拢有无同的治疗方式。除了食药啊，另外嘛会当透过手术来做改善。大部分会使用药物治疗，这样子让它的代谢速度回到正常。医生表示，甲状腺亢进是一种体质，民众若是发生心悸、失明、脾气歹、惊热、变散等症状，千万唔通轻忽，爱找专业的专科医生来诊断，避免耽误治疗时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